樱花城案件还阁伫咧审理，也那这新庆京的辩护律师就讲，检察官用台语问话违反着法院组织法，应该爱用国语。就台语团体含律师就表示讲，这国家语言发展法认定的国语已经包含着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等等一寡国家语言，要求修正条文的用词应该爱改做，应该用国家语言才对。台北地方法院也搁咧审理金华城案，所有律师指出，顶礼拜台北地方法院审金华城案的康检定书，检察官专程使用台语问话，说予申请金的辩护律师以违反法院组织法的第97条，应用国语提出异议。律师认为，申请金的律师的诉求已经违反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。他的辩护律师都欠缺法治上面的常识，连检察官使用台语在侦讯光点里面出现台语，都还要被异议说啊，你违反法院组织法，完全没有看到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明文规定，你不能歧视任何语言。台基近期推动联名拜三召开记者会，指出照目前的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判时应该使用的语言，虽然以前伫1938年是规定应该用中国语言，1989年修订应该用国语。联名指出，即马应该爱改做用国家语言才对，安尼才会下国家语言发展法对国家语言的定义，确保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和马祖语等等的族群受到公平对待。虽然即摆有人建议讲，伊照讲应该当改水这国语，不过像即届伊律师提出来讲的，伊认为国语就是华语嘛。所以咱即届诉求其实嘛真简单，就是咱应该把即个国语，甲正式改做国家语言。伫中华、云林和佮嘉义，拢有超过60%以上的人，因是以台语来思考。伊爱去即个法院吼，爱讲话的时阵，你强逼伊讲华语，伊是无法度会完整来表达伊的感情。台基近期推动联名，指出台湾目前也有86%的台基人口，特别是中南部地区更加普遍。联名主张应该伫司法现场，法院应该爱先调查当事人希望使用的语言，然后提供翻译服务，互民众会当用家己熟悉的语言来维护家己的权益。记者陈阿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